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早起天也未光，为4:27到8:08，这个台东的海端乡小连续来6届的千层地动，这个深度只有5公里，啊，上大规模4.6。 出现伫透早6:10，上大震度高雄市有4级。这气象局讲，未来3天台东地区也是有可能会有余震哦。啊，那这个春雨的方面总算是来了。早起这个中部以北开始来落雨，今仔日规天拢会安尼湿湿凉凉。阴暗到明仔载透早雨会落上大，到明仔载暗时方面才会豆豆仔来离开。也毋过这波的雨目前也是集中伫个。 中部甲北部、南部地区还阁小减一下。出门爱记得早雨伞雨满，但真久的春雨总算来啊！气象局表示，这波方面集中伫中部以北、中部地区买落雨。白天的时候，其实在北部地区就已经开始有降雨的情况，而且在持续性也是会比较久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它会一直向南延伸到像中部、南部地区，不过相对来说，还是以北部的雨量上会多一点。 今仔日时，中部以北地区拢会落雨，一直到明仔载透早会是雨路上大的时阵，北部地区、中部山区、花东和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有雷雨。今仔日透早4点到8点，台东海端乡出现6摆地动，地动中心表示，拢是较无1秒钟深度5公里的浅层地动。每隔几年大概就会在这个附近发生一群的地震这样子。从上一次到现在，就在2016年，在这个地方，未来大概3天左右，不排除会有发生跟今天早上这几个地震规模差不多的地震。 每3到4年，因为释放能量，台东地区较有可能会出现地动。这3天嘛要特别注意，阁会有地动。不过地动中心估计规模上大，未超过4，民众唔免伤过惊狂。